你正在閱讀《探索大熊貓》，作者兼插畫家為高俊平 Robin。這本書由我們的總編審朱啟華博士和陳敏儀女士傾力支持而成。現在就讓我們一起展開大熊貓的奇妙旅程吧。大熊貓，全世界的小孩都喜愛熊貓。那麼，大熊貓已經在地球上生活了多久呢？至少800萬年。800萬年。你知道是誰發現了第一隻大熊貓嗎？照片上的人是阿爾芒·戴維，一位法國傳教士。他是世界上第一位發現並為大熊貓命名的科學家。阿爾芒·戴維是在哪裡發現第一隻大熊貓的呢？他在中國西南部的深山中發現了第一隻大熊貓。他那時在中國做什麼呢？作為一位鳥類動物學家，他在中國發現了58種鳥類。試想象一隻大熊貓在森林中走着，四周圍繞着稀有鳥類的叫聲。他那時在中國做什麼呢？作為植物學家，他發現了至少750種植物。大熊貓會將這些植物當作午餐，多有趣啊！戴維那時從北京一直走到中國西南部，一路上都在進行科學研究。對於能在旅途中發現大熊貓，他既感到驚奇又高興。在戴維發現大熊貓後，全世界的小孩都很快地愛上了這種可愛的生物。已經年老後的戴維對此十分欣喜。